后礼拜二就是中秋咯，又搁要烘肉。社署今仔嘛呼吁民众哦，讲烘肉会产生袂少的致癌物，有一寡状况哦，就爱特别注意。炭火就爱等到无烟才通开始烘肉，炒火大的所在哦，就唔通食咯。搁有啥物爱特别注意的，咱做伙来了解。中秋节就要到啊，除了食月饼、赏月娘，真侪人一个月就亲戚朋友做阵烘肉。不过食药署提醒讲，高血压、高血糖加高血脂三关的患者，烘肉时阵爱控制饮食，唔通食伤多、啉伤多。特别重要是爱照时食油啊。三高的病人，就是糖、盐、肉类少吃一点，多吃点蔬菜。那他的药要注意，还是要吃。食药署也列出烘肉时阵定来看到的无好的行为，包括炭火抑搁伫咧庆典时阵就开始烘肉，可能会加高浓度致癌的物质，多款芳香族、碳氢化合物，也就是俗称 PAH， 食喺腹肚内，加高油脂的肉类直接放伫咧烘肉架顶头烘，油拿滴伫咧炭顶头，所产生的致癌的烟，又搁会掉伫咧食材顶头。肉若是有生过，搁抹烘肉酱，可能会造成钠的含量伤悬。要若是甲肉烘甲酥酥脆脆才食，可能会增加大肠癌的风险。涂了太多烤肉酱，同时也可能会让这个烤肉是容易烧焦的。那其实烧焦不只会有什么 pH 的问题，它可能还有一些碳化的问题。这些东西吃到身体里面，其实都不是太好的。食药署提醒讲，伫食肉的时阵，也搭配着各种新鲜的蔬菜水果。另外，也加补充水分。换酱料时阵，莫换伤多，避免食伤过多钠甲糖。安尼先烘肉才能食了健康，又搁袂增加身体负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